不要為了與人接觸而內耗掉自己的正能量。為什麼我不能得救？不要妄想能拯救別人，只有提升自己才能拯救自己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前言：今天沒有外星人通靈，是我和一個找我占卜的寶寶討論。我們討論出了非常厲害的兩個結果。這兩個概念在我之前的文章中也有提及，但沒有說得很清楚。我今天一口氣講清楚。正文先講第一個標題：不要為了與人接觸而內耗掉自己的正能量。今天和那個找我的占卜的寶寶講到一件事，就是只要我們是個善良的人，那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就必定會去幫助一些受害弱小的人嘛。但是只要有幫助過別人的經驗的人，就應該注意到了，很多人是你去幫他們，他們還不聽你的，還要反對你，說你不好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種經歷。你特地去和一個人說他應該怎麼做才是最好的，才不會受害，或者才能面面俱到，然後那個人就是死活不聽你的話，還要硬是擺理由來反駁你，為反駁而反駁。然後這群人還覺得我們在干涉、限制、阻礙他們的人生。大家以後遇到這類事情，就不要幫助他們了，就輕鬆的笑一笑，把他們丟在原地，不管他們就好。我們以為是在幫這群人，他們還以為我們在害他們呢。記住，不要為了不值得的人浪費時間，一點點時間都不要。你要知道，我們的地球是有業力和因果的。這就牽扯到第二個標題：為什麼我不能得救？不要妄想能拯救別人，只有提升自己才能拯救自己。很多人一直在埋怨，為何別人不來幫助我？為何別人不來救我？為何地球人如此殘忍？但是通過上面的回答，聰明的人就應該知道了，是因為那些受害者自己不受教不聽勸，偏要做錯的事，真做錯了又覺得自己很委屈。那很簡單，那你一開始乖乖聽別人的勸告，不就行了？別人在教你做事的時候，你覺得是別人在干涉你，那好，現在別人就不想管你了，你要自己承擔後果，就這麼簡單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鍾明軒。在這個例子中，中國對台灣人來說就是不值得的人，也是無法被拯救的人。台灣人應該遠離，遠離了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。你不信邪，不聽勸，偏要去接觸，那到最後你被罵了，你受害了，也不要怪別人。為什麼大家不救我？因為之前我們和你講的話，你全都不聽啊，就這麼簡單。如果大家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這些不值得人、無法被拯救的人，就遠離。正能量是很寶貴的，不要為了一個不值得的人消耗自己正能量，它遠遠不如你自己的正能量重要。如果你就是那種沒人救你的人，請去提升自己，你把自己的能量提高了，自動就會有貴人來幫你，這就叫吸引力法則。你是能量好的人，你就會吸引更多高能量的人事物進入你的生活。你是能量差的人，你就會吸引更多低能量的人事物進入你的生活。不要為了與人接觸而消耗掉自己的能量，而是以自己的能量為重，讓更多高能量的人事物聚集在你的身邊，就這麼簡單。如果你要提升頻率、提高能量，可以找我占卜，或者報名逆天改命蛻變班的課程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。